经诵经的时间了，今天就由或学来担当导读。那我们先开始诵读《太上清净经》。《太上清净经》第一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无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；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；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欲取能生，欲即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惊其神；既惊其神，即着万物；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，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，流浪生死，常存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。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《太上清净经》第二遍。老君曰：大道无形，生育天地；大道无情，运行日月；大道无名，长养万物。吾不知其名，强名曰道。夫道者，有清有浊，有动有静。天清地浊，天动地静。男清女浊，男动女静。降本流末而生万物。清者浊之源，动者静之基。人能常清净，天地悉皆归。夫人神好清而心扰之，人心好静而欲牵之。常能遣其欲而心自静，诚其心而神自清。自然六欲不生，三毒消灭。所以不能者，为心未诚，欲未前也。能遣之者，内观其心，心无其心；外观其行，行无其行；远观其物，物无其物。三者既无，唯见于空。观空亦空，空无所空；所空既无，无无亦无；无无既无，湛然常寂。即无所即，亦许能生。欲既不生，即是真境。真常应物，真常德性，常应常静，常清净矣。如此清净，渐入真道。既入真道，名为得道。虽名得道，实无所得。为化众生，名为得道。能悟之者，可传圣道。
老君曰：上士无争，下士好争。上德不德，下德直德。执着之者，不明道德。众生所以不得真道者，唯有妄心。既有妄心，即精其神；既精其神，即着万物。既着万物，即生贪求；既生贪求，即是烦恼。烦恼妄想忧苦身心，便遭着入流浪生死，常成苦海，永失真道。真常之道，悟者自得；得悟道者，常清净矣。恭诵弥勒救苦真经。佛说弥勒救苦经，弥勒下世不非轻。顶宝齐如灵山地，莲花印证考三圣。落在中原三星地，大正四川王桃心。天真说缘挂圣号，等待时至点神兵。云雷震开雾极土，天下神鬼不安宁。亲在人天中华母，九莲圣教归上圣。天花老母垂玉线，说缘显化在古东。南北两极连中续，混元古册在中央。老母降下通天窍，无影丹前对河童。婴儿要想归家去，持念当来弥勒经。用心持念佛来救，朵朵金莲去超生。是得西来白羊子，香儿点铁化成金。每日至心常持念，三灾八难不来侵。要想成佛勤礼拜，常持聪明智慧心。休听邪人胡说话，劳酸一马练无声。老母降下真天咒，用心持念有神通。满天星斗多下士，五方内仙下天宫。各方城隍来对号，报事灵童查得清。三观慈悲大地主，赦罪三朝救众生。救苦天尊来救世，钦点文部接地神。八大金刚来护法，四位菩萨救众生。紧领36员将，500灵官紧随跟。不入弥勒成大道，保佑香儿得安宁。北方真武为将帅，青莲弘法显神通。扯起皂旗遮日月，头顶森罗七宝星。威震北方为帅所，肃清诸恶挂甲兵。搭救猿人香儿女，火光落地化为尘。四海龙王来助道，各驾祥云去腾空。十方天兵护佛驾，保佑弥勒去成功。弘扬了道归家去，转到山阳弥勒尊。吾皇赐令记下身，多福蓝烟归正中。来王照下真言咒，传下当来大藏经。婴儿刹女常持念，邪神不敢来近身。持念一遍神通大，持念2遍得超生。持念3遍神鬼怕，魍魉邪魔化为尘。修持劫内行路径，念起真言归佛令。南无天眼太保，阿弥陀佛。10颗、2颗、再颗、3颗、4颗、5颗、6颗、7颗、
8叩、9叩、10叩首。爱墙祈福诵经回向文。弟子姓氏姓名，请各报自己的姓名。冯文信。姓女洪诗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愿将以上诵经功德。功转成。回向于天地。回向于祖先。回向于父母。回向于子女。恳阔请辞。弥勒祖师。南海古佛。济公活佛。月会菩萨。慈悲做主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战争止息，世界和平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祈求风调雨顺，国泰民安。世所自导。圣慈昭格采纳。南无当来下生弥勒尊佛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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感谢各位点恩师、各位前贤们的慈悲那或许今天导读到此，感谢各位前贤，大家晚安。谢谢文信坛主导读，也谢谢各位点传师、各位领任以及各位前贤大德一同参与诵经。晚安，明天见。大家晚安。组长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。组长晚安，很优秀的前贤晚安。感恩，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神领任晚安，红领任晚安，护领任晚安。感恩护前人慈悲，感恩各位点传师慈悲。各位点传师，各位领任，各位护领任，各位组长，各位坛主，各位讲师，各位前贤们，大家晚安，大家晚安。